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7月初9，诗篇25篇12节安尼讲：什么人敬畏耶和华？耶和华要指示伊所着敬的路。三甲来祈祷。指示阮着敬的路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阮活命的路，你是生命的源头，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宇宙真神。伫你做的一切中间，你看阮最尊贵，也掠阮最宝贝。因为安尼，你要指示阮所着敬的路，就是爱阮一世人来敬畏你、听你、尊你最大。主啊，当阮进无步、退无路，互生活中的艰难甜调，互变成艰苦磨难的时，你互阮知，敬畏你的人，你就要指示伊着敬的路。就安尼，阮知你就要引带阮行头前的路，互阮通伫你的内面经历生命的平安甲圆满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愿主帮助咱每一天，拢敬畏伊、听伊、尊主最大，互咱伫生活中间，无论拄着啥样的境况，拢会通得主引带咱头前的路，互咱经历生命的平安甲圆满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